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6年3月2號，這一期我們繼續聊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看一看烏克蘭戰場上也有什麼變化。今天是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第1468天，也是烏軍進入庫爾斯克的第574天。根據烏克蘭總參謀部的說法過去24小時內，俄烏衝突前線呈現激烈的拉鋸狀態。烏克蘭軍隊依托西方援助的精確武器和本土防禦體系，在多個方向實施有效反擊，顯著削弱俄羅斯進攻節奏。東部的頓涅茨克方向，烏克蘭軍隊成功擊退俄羅斯多次集群進攻。阿爾加奇拉電視台報道顯示，他說俄羅斯部隊對烏克蘭前線扎波羅熱地區的31個定居點發動了720次攻擊，導致1人死亡，8人受傷。烏克蘭國防部確認，此次反擊中，烏軍擊落至少50架俄羅斯無人機，摧毀10輛坦克和15輛裝甲車，有效遏制了俄軍的推進勢頭。在南部赫爾松和黑海方向，烏克蘭的海軍與無人機部隊協同作戰，攔截並擊沉俄羅斯2艘補給艦，擴大黑海艦隊損失比例。這個俄羅斯的黑海艦隊恐怕艦船已經所剩不多了這個 NBC 新聞報道強調，烏克蘭類似戰術已延伸至俄羅斯本土，成功打擊克里米亞海軍設施。報道說3名俄軍被殺，5人重傷，這反映烏克蘭軍隊在不對稱作戰中的高效，迫使俄軍分散資源，防禦後方。在庫爾斯克地區烏克蘭軍隊在574天行動中進一步鞏固控制區，摧毀俄羅斯一個燃料儲存設施，導致俄軍後勤中斷數小時。南華早報專題報道指出，這一行動獲得國際認可。烏克蘭通過精準打擊維持戰略緩衝。報道說核武裝的俄羅斯警告，如果北約干預戰爭將有後果。扎波羅熱核電站周邊，烏克蘭軍隊阻止俄羅斯滲透企圖，擊斃俄軍約100人。耶路撒冷郵報轉載內容顯示烏克蘭防禦行動有效保護關鍵基礎設施。俄羅斯媒體莫斯科時報承認，東部補給倉庫被烏克蘭無人機摧毀。在頓巴斯地區，烏克蘭軍隊擊退俄羅斯3次大規模進攻，摧毀7輛坦克和12輛步兵戰車。CNN 更新報道說他說你需要知道一切關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烏克蘭特種部隊深入俄羅斯境內，摧毀指揮掩體，造成俄軍高級軍官陣亡。烏克蘭空軍還擊落1架蘇35戰鬥機，進一步削弱俄軍空中掩護能力。在赫爾松游擊戰中烏克蘭通過反坦克導彈陣阻擋俄羅斯機械化部隊，擊毀20輛裝甲車輛。華盛頓郵報指出，俄羅斯軍隊內部處決事件暴露士氣低落，為烏克蘭的反擊創造窗口。報道說一個大膽的金正恩炫耀核野心，同時為美國談判留有餘地。烏克蘭利用此弱點在南部推進，奪回戰略高地，並摧毀電子戰設施。過去24小時，烏克蘭軍隊戰績還包括在黑海擊落俄羅斯偵察無人機群，保護海上運輸線的安全。這個政治雜誌分析顯示，俄羅斯在伊朗問題上的資源分散，進一步削弱其前線補給。烏克蘭抓住機會擴大戰果。總體上過去24小時，烏克蘭軍隊累計摧毀俄羅斯裝備價值超過6000萬美元，包括多個 S-300 防空系統和火炮陣地，確保前線穩定，為潛在的反擊積蓄力量。這是雙方在戰線上的一些情況那麼雙方對縱深戰略目標的轟炸情況，過去24小時內，雙方縱深轟炸聚焦關鍵基礎設施。俄羅斯針對烏克蘭能源與交通節點，烏克蘭精準打擊俄羅斯石油與後勤設施。莫斯科時報報道說這個俄羅斯襲擊造成烏克蘭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1人死亡，而烏克蘭回應摧毀俄羅斯邊境的補給點。路透社則報道說俄羅斯稱在9小時內擊落220架烏克蘭無人機。俄羅斯攔截大量無人機，但烏克蘭成功轟炸莫斯科附近的能源設施，引發局部電力中斷。路透社說俄羅斯國防部周四表示，其防空部隊在9小時內擊落了220架烏克蘭無人機，包括24架針對莫斯科的。這說明烏克蘭的縱深打擊已經滲透俄羅斯的核心區域，也就是攻擊莫斯科已經成了如入無人之境。那麼 CNN 同時還報道說，美國曾警告烏克蘭大使關於對黑海石油目標的打擊。CNN 說美國警告烏克蘭大使關於對黑海石油目標的打擊，什麼意思呢？就是這個俄羅斯在黑海的這個石油碼頭有美國公司的股份，那烏克蘭打了之後，美國就不高興。
而俄羅斯反擊破壞烏克蘭鐵路樞紐，俄羅斯瞄準烏克蘭另一關鍵基礎設施烏克蘭的鐵路，而烏克蘭迅速啟動備用線路維持運輸。這都是 CNN 報道啊。那麼《紐約時報》報道啊，說俄羅斯在周四對烏克蘭發動一系列無人機和導彈襲擊，傷及至少20人，損壞8個不同地區的建築物。俄羅斯轟炸多個地區的基礎設施。烏克蘭回應使用風暴陰影導彈打擊俄羅斯後方指揮所，摧毀大量的彈藥儲備。俄羅斯的轟炸呀，加劇了烏克蘭平民的風險。俄羅斯伊斯坎德爾導彈襲擊烏克蘭變電站，烏克蘭的海馬斯系統回應打擊俄羅斯後勤車隊。烏克蘭轟炸摧毀俄羅斯大型油田。雙方啊，就是對纵深目標的打擊啊，一點都不手軟，一邊談一邊轟炸。我们看看这个國際援助啊，以及這個外交局勢。國際社會對烏克蘭的聲援體現在外交協調與實質援助上。路透社報道啊，說基輔稱俄羅斯接受美國對烏克蘭安全保證的計劃，美國推動戰後安全框架。俄羅斯在最近的日內瓦談判中表示，將接受美國對烏克蘭戰後安全保證的提議。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的辦公室主任說，也就是布達諾夫說的啊，美國承諾提供烏克蘭先進防空系統，資金援助超過50億美元。這特朗普對烏克蘭的這個援助啊，態度有所改變啊。按照布達諾夫的說法呀，猶如烏軍在戰場上頑強的表現，俄羅斯被迫啊說接受停火以後啊，美國對烏克蘭的安全保證協議。根據 CNN 報道啊，說歐洲追加武器包，德國交付豹2坦克升級版，法國提供凱撒火炮系統，英國增加風暴陰影導彈庫存，歐盟批准100億歐元用於準備與重建。BBC 報道說，烏克蘭全國舉行活動，標誌俄羅斯發動全面入侵4周年紀念啊。北約承諾長期軍事援助，包括 F-16飛行員訓練與彈藥的補給。加拿大撥款2億加元採購無人機，澳大利亞追加1億澳元防空資金。紐約時報統計啊，他說烏克蘭抗擊侵略4周年紀念，國際援助累計超過1500億美元，而 G7國家提供200億美元的貸款支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批准50億美元緊急資金，世界銀行投入100億美元基礎設施項目。另外啊，波蘭將交付米格29戰機，波羅的海國家聯合提供反坦克導彈包。我們再看看這個國際社會啊對俄羅斯的制裁，國際社會對俄羅斯的譴責聚焦戰爭罪行與經濟封鎖。路透社報道啊，比利時扣押俄羅斯影子艦隊油輪，比利時扣押油輪，限制能源出口。根據比利時國防部長弗蘭肯的說法，他說啊，比利時周日扣押了一艘屬於俄羅斯影子艦隊的油輪，此舉作為 G7 新一輪制裁的延伸，進一步壓縮俄羅斯收入來源。那麼這裡面最重要的就是2月28號，美以聯合空襲伊朗，導致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及眾多高官被炸身亡。那麼這個事情對俄羅斯的影響，對俄烏戰爭的影響，那是顯而易見的啊。這一事件啊，在過去24小時內迅速成為全球焦點，對俄羅斯及普京的戰略地位產生連鎖衝擊。俄羅斯作為伊朗重要軍火與無人機供應商，此次打擊直接切斷其在烏克蘭戰場的關鍵外部補給鏈。路透社報道顯示啊，伊朗革命衛隊在衝突中為俄羅斯提供大量的沙赫德無人機。美以轟炸伊朗後啊，伊朗的生產能力短期癱瘓，俄羅斯後勤面臨斷供風險，就是沙赫德無人機啊，這個俄羅斯不一定能供應得上。那普京面臨雙重壓力啊，一方面俄羅斯在伊朗問題上公開支持，但無力干預，暴露其全球影響力衰退。那政治雜誌報道，俄羅斯國際孤立加劇。這個政治雜誌這麼說的啊，他說大馬士革、加拉加斯和現在的德黑蘭的領導人全都發現俄羅斯的支持僅此而已。所謂的正義聯盟大哥的支持就是這個，沒有支持。俄羅斯在伊朗的有限友誼被證明脆弱，這讓普京的多極世界敘事受挫。俄羅斯國內強硬派開始質疑普京的外交布局。說實話啊，這個特朗普抓了馬杜羅，普京無動於衷，俄羅斯國內的這個老黃鵝啊就忍了。這個土耳其支持的這個朱拉尼啊，騎着摩托車是吧，趕到大馬士革，把這個巴沙爾趕跑了，巴沙爾跑到俄羅斯去了，這個俄羅斯的老黃鵝也忍了，強硬派啊。結果你說
這個美國和以色列悍然啊大白天跑到德黑蘭把哈梅内伊給炸死了，普京還忍，所以俄罗斯國內的强硬派啊已经開始不滿了，質疑普京，你這玩的是什麼？你這個外交什麼外交？你的地盤呢？你的老朋友呢？全都沒了。所以說啊，普京現在是內外交困，就是他不僅擔驚害怕，為什麼擔驚害怕呢？就是你看啊，這個馬杜羅也是被身邊人出賣，哈梅內伊那肯定是身邊人出賣啊。這個美國和以色列就趁哈梅內伊召集高級軍官開會的時候緊急轟炸，而且炸完之後，我看啊，哈梅內伊搶救的照片還發出來了，這是誰幹的？哈梅內伊身邊也被滲透成筛子，那大家想象一下，普京他会相信他身邊人嗎？所以這是第一個，普京擔心害怕呀。他对身邊每一個人他都不相信不信任，他連左手都不信任右手。第二個，普京他當然也擔心自己落得一個哈梅內伊的下場，哪一天正開着會呢，不知道怎麼着就沒了，手還沒來得及摁那個核按鈕就嘎了。我們再看這個澤連斯基的態度啊，這個澤連斯基啊態度鮮明，支持美以行動，並借此強化烏克蘭談判籌碼。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2月28日講話中表示，美以打擊展示了對侵略者的零容忍，暗示俄羅斯若繼續拖延和談，將面臨類似壓力，也就是下一次美國要炸你普京了，你不擔心一點啊？澤連斯基呼籲西方加快對烏軍軍援，強調伊朗教訓證明拖延只會讓侵略者更危險，也就是這個仗越往下打啊，普京越危險。澤連斯基這一表態在過去24小時內被 BBC 和 CNN 廣泛報道。澤連斯基說啊，伊朗最高領袖阿亞圖拉哈梅內伊在以色列和美國發動的對伊朗重大襲擊中被殺。澤連斯基公開感謝美國情報支持，間接敦促西方對俄羅斯採取更強硬的措施。那麼伊朗的局勢啊，這個哈梅內伊走得很安詳啊，那麼對俄烏戰爭的影響也是多方面的啊。首先一個，俄羅斯軍火供應鏈中斷將迫使普京加速國內生產，但俄羅斯制裁下產能有限，預計啊2026年第二季度俄軍無人機使用量會下降30%，也就是用來攻擊烏克蘭的這個沙赫德無人機啊，會少得多。其次，伊朗動盪可能導致中東石油價格波動，俄羅斯作為能源出口國，雖短期受益，但長期面臨西方進一步能源制裁風險。第三個就是普京的強硬立場面臨考驗，若繼續堅持特別軍事行動，國內經濟壓力將雪上加霜；若妥協，又會動搖其真理與正義的敘事，也就是普京是進退兩難啊。以色列媒體耶路撒冷郵報報道顯示，美以行動後，俄羅斯在聯合國安理會提案被更快否決，普京的外交空間進一步壓縮。而澤連斯基利用這一窗口加強與西方協調，提出安全保證加領土完整的談判框架，迫使俄羅斯在日內瓦會談中做出更多讓步。整體而言啊，這個事件加速俄烏戰爭的外部化，使俄羅斯雙線作戰轉向多線被動，普京的戰略選擇窗口正在縮小。我倒是覺得啊，對普京的心理打擊更大，就是馬杜羅被抓，哈梅内伊被炸死，這個讓人眼花繚亂，讓人震驚吶，誰最擔心呢？所以普京啊，嚴厲譴責美國和以色列這種斬首行為，因為這種對象啊，就是對吧，各國敵對國家的領導人，充分體現了讓領導先走，真正的啊叫開戰即終戰，還沒打就結束了，一個回合結束。自從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啊，由於深陷侵略烏克蘭的戰爭，俄羅斯啊無暇顧及，導致俄羅斯的傳統勢力範圍，俄羅斯的小弟們紛紛改變了顏色，從敘利亞到委內瑞拉，現在是伊朗。另外啊，中亞的哈薩克斯坦、亞美尼亞、阿塞拜疆、烏茲別克斯坦等等都在去俄化。這個烏茲別克斯坦更嚴重啊，把這個所有的俄文、所有的俄國叫法，以前用俄語叫的道路的名字，統統改掉，就是從烏茲別克斯坦國家啊，所有的這個教材、所有的這個印刷品，所有的裡面帶有俄罗斯特色的全部去掉，叫去俄化。連部队裡面的這個軍衔呢，都改成突厥式啊，突厥語，什麼少尉、中尉、上尉，他全改了，徹底的去俄化。俄羅斯的勢力範圍和影響力大幅縮小，現在勉強只剩下啊朝鮮、白俄羅斯、古巴還有個別國家算得上是朋友。作為正义聯盟老大，現在恐怕啊要步哈梅內
便宜的後塵。我想普京說過啊，給我20年，我将給你一個強大的俄羅斯。但是很可惜啊，俄羅斯的这個經濟狀況撐不起普京的雄心，最後啊，恐怕就變成給我20年，還給你一個20個俄羅斯。為什麼這麼說呢？俄羅斯國內經濟壓力已經到達臨界點。西方多輪制裁切斷俄羅斯主要能源出口渠道，石油和天然氣收入較戰前下降40%。2025年預算赤字擴大至 GDP 的6%，央行被迫多次動用外匯儲備干預市場，盧布對美元匯率貶值25%，進口成本大幅上升，導致制造業供應鏈斷裂，產出下降15%，國內消費品短缺現象普遍，食品價格上漲30%，民眾生活成本飆升，貧困率升至20%。高利率政策雖抑制通脹，但進一步抑制民間投資，失業率攀升至2%。非能源行業青年就業尤為困難。更為嚴重的是2026年這1月份呢，他就已經把2026年的這個財政預算赤字幹掉一半，也就是赤字的缺口越來越大。那麼政治壓力是同步加劇。普京政權通過媒體控制和安全機構維持表面穩定，但反戰抗議在莫斯科和聖彼得堡反覆爆發，儘管遭到嚴厲鎮壓，參與人數仍超過10萬人。反對派人士在獄中持續發聲，呼籲結束戰爭。軍隊內部士氣持續低迷，逃兵率升至15%，徵兵工作遭遇阻力，寡頭階層不滿情緒高漲，多名富豪加速轉移財產，資本外流規模已達到1000億美元。民調數據顯示支持戰爭的比例從2022年的70%降至2025年的40%。民族主義宣傳雖暫時維穩，但難以掩蓋社會的疲憊。在外交層面，俄羅斯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伊朗政權遭受重創後，軍火供應能力大幅下降。俄羅斯在烏克蘭戰場無人機依賴面臨斷供的風險，而朝鮮和白俄羅斯的援助規模有限，無法彌補缺口。G7與歐盟制裁已延伸至俄羅斯的盟友白俄羅斯，致使白俄羅斯經濟受拖累。土耳其在能源貿易中要求更高的折扣，而印度轉向中東替代供應商。大國雖維持經貿往來，但公開支持明顯謹慎，避免觸發2級制裁。俄羅斯在大國與俄貿易中處於被動地位。聯合國投票中，俄羅斯提案多次被否決。國際刑事法院對戰爭罪行的調查持續推進。在 G20 會議上，俄羅斯代表團屢遭孤立。這一次巴西甚至直接放話建議普京不要去參加 G20 峰會，因為這樣會很尷尬。也就是普京去會遭到很多人抵制，導致整個的 G20 峰會不和諧，所以建議普京不要去了。俄烏衝突已持續4年，現在已經第5年，雙方均付出沉重代價。這場衝突已成為2戰後歐洲最慘烈的軍事衝突。據估計，雙方總傷亡人數超過200萬人。烏克蘭直接損失達到了1950億美元，重建需要5880億美元，整個國家大部分地區被摧毀。俄羅斯雖然控制烏克蘭約20%的領土，佔據戰場主導權，但經過美西方一輪又一輪強力制裁，經濟狀況非常糟糕，只能依靠包括大國在內的少數友好國家維持基本運轉。當前俄烏戰場呈現低強度高消耗的膠着態勢，俄軍以緩慢蠶食為主，烏軍依托防禦工事死守，並以不對稱打擊進行反擊。俄軍占據戰術主動權，但無力快速突破烏軍的防線。烏軍能堅守，但也缺乏戰略反擊的能力。雙方共進行了約12輪正式和談，但戰略目標差距巨大，無法推動衝突結束。俄羅斯要求佔據烏東，讓烏克蘭自廢武功，去軍事化、中立化。烏克蘭堅持領土完整，加上美國、歐洲等外部干預，問題更加複雜化。彭博社報道說俄羅斯威脅若烏克蘭不割地，將終止和平談判。彭博社說俄羅斯正在考慮在烏克蘭拒絕領土讓步的情況下退出和平談判。下周的談判將決定是否舉行澤連斯基、特朗普、普京3方峰會或談判徹底破裂。俄方表示如果烏克蘭從頓涅茨克東部地區撤軍，將願意簽署一份草案備忘錄，隨後安排3方峰會並互相撤回部隊。什麼意思俄羅斯的態度就是
就是你烏克蘭要從頓涅茨克撤走，把这領土讓出來，你要不讓就不跟你談了，就這意思。克里姆林宮特使告訴美方官員，幾乎所有議題都已經達成共識，唯一懸而未決的是領土問題。隨着戰場陷入膠着，俄羅斯經濟增長放緩，赤字擴大，談判的焦點集中在以土地換和平還是談判破裂。這個是彭博社報道的啊。所以在俄烏衝突進入第5年之際，普京就解決問題發話，態度依舊強硬，稱俄羅斯正為未來真理和正義而戰，強調將繼續推進特別軍事行動，實現既定目標。這讓普京想明白一個關鍵問題：俄羅斯不能在烏克蘭危機中妥協，一旦像以前一樣聽信美西方忽悠，輕易停火，讓烏克蘭緩個勁來，俄羅斯將面臨來自西方的地緣安全威脅。那這就是這個俄羅斯人的這個觀點。對俄羅斯而言，妥協不是戰爭結束的理性選擇，而是開啟更大危機的潘多拉魔盒。那對歐洲人，對烏克蘭人也同樣，绥靖，對吧？只會招致更大的戰爭。這個是德國總理默尔茨、英國首相斯塔默，對吧？他們一而再再而三的強調，還有歐盟的主席，俄羅斯也不能讓步。他占了烏克蘭的領土，侵略烏克蘭，他還不能讓步。普京在國情講話中明確將特別軍事行動定義為俄羅斯未來真理和正義而戰，這意味着任何妥協會直接否定戰爭的合法性基礎，引發系統性危機。俄羅斯唯一可能接受的妥協是烏克蘭承認克里米亞和烏東斯克州併入俄羅斯，憲法明確永久中立，全面去軍事化。那說來說去還是讓烏克蘭投降。而當前在烏克蘭和西方立場下，這種妥協幾乎不可能實現，這也是普京堅持做好長期消耗戰準備的根本原因。但是俄羅斯內外交困的局面正不斷惡化，經濟上戰爭每天消耗超過4億美元，財政無法長期支撐。俄羅斯央行警告，若衝突延續，2026年 GDP 或出現負增長 2%， 通脹率可能突破 20%。社會層面，徵兵令導致家庭分裂，女性勞動力參與率上升，但工資差距擴大。教育和醫療系統出現崩壞跡象，醫院藥品短缺，學校教師流失嚴重，政治穩定面臨考驗，地下反对活動增多，網絡反戰聲雖被壓制，但國際報告顯示，2025年俄羅斯異見者，就是那個不同意見的被逮捕人數超過2萬，這個還是不少的。俄羅斯一共才1點幾億人呢，就逮了2萬人起來了。外交上，俄羅斯在中東的影響力因伊朗事件大幅縮水，全球南方國家雖保持中立，但能源貿易條件日益苛刻，俄羅斯出口利潤空間被嚴重壓縮。就是南方國家跟俄羅斯嘴上關係不錯，但是生意歸生意，你這個是想賣給他們，那就得便宜，否則人家不買，人家婉拒啊。所以說總體來看俄羅斯已進入系統性危機軌道，經濟衰退，政治不穩，與外交孤立相互交織。普京強硬立場雖維持短期凝聚，但長期可持續性正受到嚴峻的挑戰，戰爭成本與國內疲憊的累積正逐步侵蝕其統治基礎。最主要的是攻心戰。什麼叫攻心戰呢？就是特朗普深夜把馬杜羅從床上揪起來，然後大白天又趁哈梅内伊召集軍官開會，一窩端一次炸死了40個人。這個對普京這樣的人來說，這個壓力是巨大的，防不勝防。現在普京看着他手下每一個人都不像好人，都像是通敵。最後我們用烏克蘭外交部長西比加在社交媒體上的這個一段話來結束。他是這麼說的，他說：阿薩德、馬杜羅，如今又加上哈梅內伊，普京的倒台終將不可避免。為了早日迎來這一喜慶的日子，我們必須齊心協力。普京失去了3個最親近的朋友，但他卻未能幫助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普京就眼睜睜地看着他的盟友、他的小弟一個一個的走了，卻無能為力。為什麼呢？就是因為他被烏克蘭死死的拖住了。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好，我們這期節目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會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